Hello，我係歐瑞強。你喺邊度聽我唱歌嘅？聽電台、聽唱片、聽演唱會，定係睇電視呢？不過其實話時話呢，我都講翻個古仔俾你聽呢。我當然係做電台做咗40幾50年啦。唱片呢亦都係由77年開始啦。其實我係做 TVB 先嘅，我係喺 TVB 呢係上歡樂今宵，成日揸住個吉他喺歡樂今宵唱歌嘅。咁唱得多呢，就跟住呢就做咗即係半職業啦。咁啊有人揾啦，咁啊亦都電台開始揾我啦，唱片公司又揾我啦。咁所以呢，咁就慢慢呢成為咗全職業嘅歌手啦。咁所以喺電視嘅廣播同大家溝通呢係好重要嘅，因為最初呢根本我就喺度唱歌啦。同埋呢，有冇睇過我以前主持嗰個叫做新地任你點啊？即係佢啲勁歌金曲嗰啲呢，就每日呢我就做主持嘅，每個禮拜新地即係禮拜日呢，我就同個女拍檔呢就做主持，咁啊介紹啲 video 啦。我係全香港第一個 video 嘅 video DJ 啊，即係 video J 啊，VJ 啊，就唔係就咁樣播歌嘅，有埋影像嗰啲啦，即係播錄影帶啦，播啲以前啲歌曲嗰啲 MV 啦。咁所以呢，我其實係由電視開始嘅。如果你有印象呢，我哋可以一齊懷緬下、回味下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嚟緊70大 show， 喺5月初呢，有一個叫70大 show 嘅演唱會，咁又可以呢，一齊可以回味一下，集體回憶一下，唱翻以前嗰啲歌，講翻以前嗰啲嘢，應該好 happy 嘅。希望到時見到你啊，好嗎？